早買早賺系列啦，咁第一個介紹咧就係呢個 Coco Handle 啊，咁佢咧係一個黑金嘅配飾啦，山形紋嘅設計。其實山形紋我自己好中意嘅，因為佢嗰種對稱嘅美感咧係菱格紋做唔到嘅。咁 Coco Handle 咧而家原價啦都要5字頭噶啦，咁我哋只需要2萬幾蚊啦就可以買得到噶啦。咁一個經典嘅保值款，保值之選啦，點可以少得 CF 啦？咁呢個黑銀嘅配飾啦就係好經典百搭噶，咁同埋咧同黑金比咧佢會低調少少咯，容量啦都唔需要擔心啊，因為經典嘅容量咧一定係夠用嘅。咁專櫃而家咧已經係突破咗9萬蚊噶啦，而家我哋小花只需要4萬里就可以擁有噶啦。好，講到經典啦，我自己最私心推介咧就係呢個大 mini CF 啊，咁佢咧係一個經典嘅菱格紋，再加 CC logo 設計啦，咁佢可以斜孭同埋容量啦都係十分之唔錯噶，使用率最高嘅款式啦，我自己個人啦都真係呢一個。咁呢個袋咧公價咧而家要48000幾噶啦，咁小花咧只需要2萬幾就可以擁有平一半嘅價錢，擁有經典款，而且咧佢仲係好新淨噶。